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iki， 咁就係同大家啦嚟到呢個湖心新城嘅江山匯呢個位置啊。咁嚟翻呢度咧，肯定係有好消息帶俾大家噶啦。嗱，你要知道啦，湖心新城最高價嘅時候啊，係講緊賣到2萬蚊出頭啊。但係依家咧，你只需要12000蚊嘅單價，你就可以喺呢度買到精裝現樓啦。而且咧，江山匯呢一個樓盤咧，佢可以話係整個湖心新城啊數一數二入住率高嘅一個小區嚟嘅。咁既然做得咁高嘅入住率啦，就肯定係有佢自己獨特嘅優勢喺度啦。其一就係佢呢個超靚嘅環境啦，人哋嘅園林綠化就真係只係一個綠化，但係佢呢度啊，簡直好似置身於一個森林咁樣啊！呢度綠化率係勁高啊，你睇下，而且仲有呢啲咁樣嘅湖景喺度啊，成個環境係非常之優美噶吓。而且咧，晚黑你喺呢度咧食完飯散下步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整個人生啊，但係人哋買嘅話咧，人哋買嘅時候講緊咧係要18000、2萬甚至2萬蚊以上嘅價錢先可以買到，但係今時今日你只需要12000嘅單價就可以買到啦，而且人哋要俾幾十萬嘅首期，但係你今日只需要俾3萬蚊嘅首期同埋4000蚊嘅月供，你就可以喺度買到即刻精裝現樓啦，仲要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，一步到位拎包入住，仲係咁靚嘅一個小區。有興趣嘅唔好走住，跟我上嚟睇樓。重磅福利來襲，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，再附贈驗收樓服務。立即報名睇樓團，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，當日往返2日1夜 ，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，3條路線任你揀，全港專車包接送。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！先嚟帶大家睇呢個咧，係我自己超中意嘅戶型啊！居住起身亦都係非常之舒服，係98平方嘅南北通透雙露台嘅單位啊！嗱，過嚟右手邊睇下先，咁呢度咧係一個餐廳位置，隔離咧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噶，生活露台咧亦都係可以俯瞰得到整個園林綠化噶嚇。嗱，隔離咧就係廚房啦，可以打造一個 L 字形嘅設計啦，使用起身咧就會更加便捷啦。嗱，再過嚟睇下呢一個咧，就係整體嘅觀看距離非常之強嘅呢個客廳啊，成個客廳竟然可以做到3.8米，犀唔犀利咧？嗱，再過嚟呢邊咧就係一個大露台啦。呢邊嘅露台嘅話咧，佢就可以俯瞰得到呢個整體嘅湖景啦。晚黑咧呢度仲有一個噴水池添嘅喎，喺呢度望翻過去咧非常之舒服噶。喺度飲下茶或者飲下紅酒，你話係咪都幾國際咧？嗱，咁我再過嚟呢邊咧睇埋呢啲房間啦。嗱，因為呢度咧佢係做咗個動靜分區嘅，咁所以啲房嘅話咧亦都係佈滿翻喺呢一邊個位置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一個洗手間啦，咁你哋一見到嘅硬裝咧，全部都係呢個交樓標準嚟噶啦。呢邊咧就係一個客房啦，咁啊，而且咧你哋而家見到每一個房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方正實用噶喎。不過咧，你住喺江山匯呢度，除咗佢成個使用率高之外啦，最主要咧都係你使用各方面嘅設備啦、配套啦，呢一啲咧係要齊全先可以滿足到你生活需求啊嘛，啱唔啱先？所以嘅話咧，其實喺翻江山匯呢度，佢係有翻自己嘅一個商場嘅。咁呢個商場嘅一個運營商咧，亦都係珠海非常之運營成熟嘅一個團隊啦，係由呢一個上都百貨啦去打理運作翻嘅，仲有你可以支撐得起你吃喝玩樂嘅商場啦，隔離2分鐘嘅車程你就可以有呢個嘉禾城啦咁樣。咁其實喺翻呢邊咧，佢之所以有得咁高嘅入住率，都亦都係意味住證明住佢呢度嘅本身嘅配套咧已經係齊全狀態噶啦。咁啊最緊要係咩？都係價錢啊！人哋買嘅時候咧就咁貴，但係你依家入手嘅情況下，先係12000嘅單價，你就可以買到精裝現樓啦，仲送埋你全屋嘅家私電器添喎。所以你話係咪超級吸引咧？嗱，唔好走住啊，跟住嚟咧帶大家去睇多一個戶型，一樣咁靚仔，走！嗱，再過埋嚟睇下呢個大戶型啦。嗱，入門口嘅位置，首先咧未到自己屋企門口嘅前提下，呢度咧就已經係白送咗個入戶花園俾你用嘅。嗱，再過嚟呢邊咧，佢係一個110平方做咗4房嘅大單位嚟嘅。咁同樣咧都係呢個南北通透嘅戶型嚟㗎，做咗雙露台設計嘅。嗱，呢個餐廳咧都已經係去到3米嘅開間啦，係咪非常之大咧？好符合大單位嘅呢一個設計啊！嗱，呢邊嘅生活露台咧望翻出嚟咧就係一個超大視野嘅湖景啦。點解係咪好舒服咧？嗱，你晚黑咧喺呢度咧都可以見得到呢個噴水池嘅夜景㗎。咁啊，你諗下咧，如果你食完飯之後咧，再加埋呢個小橋流水人間嘅設計喺呢度散下步，成個人生係咪非常之寫意啊？嗱，我哋再講翻嚟呢邊咧，就係做咗一個4米嘅大客廳啊嚇！嗱，到時你親戚再多，你都唔驚話坐唔落啦，係咪先？嗱，再講呢邊咧就係一個主露台啦。
生活露台可以望到湖，有乜可能主露台見唔到啊？喺呢邊咧一樣可以俯瞰到整個森林般的園林綠化，係咪好舒服呢？嗱，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做咗動靜分區設計嘅呢一個休息嘅空間啦。咁喺呢邊咧係打造咗一個4房嘅一個格局嘅。首先呢度咧就係一個客廁先啦。咁喺呢度咧居住嘅話咧，對於我哋香港嘅朋友仔亦都係好方便啦。皆因咧喺呢度咧，佢係有住呢個香港嘅直通巴士嘅，你係可以直接咧係直達到呢個尖沙咀、太子、荃灣3個位置，同埋人工島都係完全冇問題㗎。所以一個出行咧便利性咧亦都係提供到俾大家嘅。再加上咧喺呢度咧，佢係一個精裝現樓嘅設計。如果唔想話等住收樓嘅朋友仔咧，就可以揀翻嚟呢度啦。除咗價錢係比較平之外啦，你亦都係可以做到即刻收樓喎。咁啊最重要咧係呢度仲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啊！咁你諗下，全屋家私電器再加埋精裝現樓，咁你直接真係拎個袋就可以過嚟住噶咯喎！你睇下主人房都係零舍大氣嘅，全開嘅飄窗一樣係面對住呢個園林綠化，你日日起身都可以見到啲綠色嘅嘢，整個視野都非常之舒服。嗱，好似咁樣嘅單位啦，咁佢都係咧最低3萬蚊嘅首期就可以搞掂㗎啦。咁啊呢隻大單位總價會高啲啦，咁所以會高翻少少嘅，大概都喺5000蚊左右嘅啫。咁喺翻呢邊嘅話咧，咁無論佢係一個交通嘅位置啦，仲有佢可以提供到俾你個直通巴士，仲有精裝現樓送埋全屋嘅家私電器，配合埋佢呢度中心位置，可以提供到俾你嘅配套同埋設施啊，各方面再配合埋佢呢個價錢，一定係性價比之王，走唔甩噶啦。好啦，如果你想睇下其他戶型嘅情況下咧，可以再撥打翻屏幕上方嘅電話，揾我帶你過嚟睇樓。喺呢邊亦都係有住其他一啲小戶型嘅。如果你預算再低啲嘅話咧，可以揀翻類似82平方嘅3房同埋89平方嘅3房兩廳兩廁都冇問題噶。想睇嘅就快啲 call 我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